是风台的消息，目前这个风台是风比雨较大。这个中华二林有一张树啊吹转去，加在呢，迄个时呢有民众经过时无去卡到。另外，这个中华市嘛有一张36公尺高的大丛树啊，向向倒去，造成交通未通。啊，伫吉良市有这个工地营记，甲店面的招牌和大风咧吹落来，警方随这个风比车路。 中华二林镇二西路一带透强风，树尾佮有树叶啊，直直咧摇。这个时阵有民众经过，树啊向向倒来，民众惊甲闪去边啊。过程较无3秒，嫌伊缀着人，民众赶紧离开。 来到彰化市，通去台中南投的八卦山交通要道宝山路，这张30公尺高的树啊，因为风伤透倒伫路中，甲路挡掉咧。透早袂少上班族塞车塞到这，才发现无法度行，只好各改行别条路。对啊，这个上班呢，系啊，头沿路车长啊，摇好哩。 有出门运动的时段，对边的护栏行过，看起来真危险。嘛有骑铁马骑士甲车卷起来马行过受苦。应该是毋是爱伫头前遐，吼，爱做一个告示牌，叫人动莫过入来。民众怨叹讲，树仔前一天下晡倒落来，到当也无人来清，而且沿路阁有几啊丛树仔，嘛拢有可能会倒落来。去遐嘛有足危险的啊，几落丛的啦，一直去你甲顶头拢有这情形啦。 另外，基隆市中和路一个建筑的工地，强风甲施工的硬架吹落来，落伫涂骹，强赶紧甲车道封起来，好加载无讲到经过人车。另外，伫基隆的仁武路嘛有一间店家招牌，雨风吹落来，现场嘛有封锁线禁止民众通过。风台威力虽然有减弱，不过也是伫各地造成灾情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